来关心在地消息，今仔日是双十节，不过婚龄发生2件公安意外，一个是资源回收场的员工，因为机器卡条要处理，却无细致暴露去压缩机内底，当场死亡。另外一个是控股里工厂的员工，同款是机器卡条要处理，煞去互沙石砍条，加在落尾有救出来，人平安。因为这2案拢违反治安法，治安署已经下令停工，罚30万。警方由红色线即间伫云林到6市仑南道的资源回收场发生严重的公安意外。早透早9点外，46岁姓吴的女员工伫操作塑胶干仔回收压缩包起来作业时，技术发现老仔型的疏散带进料口卡条咧，伫排除障碍时无细力削落，当场死亡。是怎么发生的？就怪怪的声，翻身看就讲看机器已经挤出来，我就讲我都规拢软落去啦。内脏都外出，对啊，然后后来请那个老板把那个机器打开，然后让那把保险的推出来，就发现那个一位女性民众，她已经明显死亡。死者家属赶来真歹接受，业者表示，姓吴女员工半日了后听到怪声，随关机，不过已经未赴啊。婚姻管府表示，相关的停工甲裁罚，拢交由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来判断，高清处会协助后续这载的伪造。是调查的结果由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这边去负责停工及裁罚处分。那我们县府也会做后续的有关职灾的一个慰助的一个事宜。同款也伫斗六万年路一间南马矿场也发生公安意外，双十节透早8点外，也因为疏散带卡了，43岁姓苏的外籍移工，KMB 卡开了后，疏散带又搁开始运作，那就来沙土该带入去10外公尺深的坑，敢若一粒头伫外口。消防队派7车15个人去抢救，开局要2点钟才把人救出来，加在伊身躯把安全锁啊，意识清楚，上医了后无代志。可能是潮湿啊，或什么样卡住，它的一个外劳一个印尼的外劳，他就绑个带子，绑安全带，下去拿圆锹去敲，你在下面一敲的话，那上面就崩了嘛。职业安全卫生网处罚30万，并停工。治安署调查讲，2个公安意外拢因为疏散带卡了所致死的，无按照规定先停机才去处置，作业明显违反治安法，当场是下令停工，并且分别罚3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